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常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呢，好多人都會有興趣，就係點樣去控制我哋嘅體重，我哋去減肥，食啲乜嘢嘢好呢？其實好多人都想減肥，一部分係為咗健康，有啲呢就為咗嗰個身形好睇 keep fit 啊嘛。咁但係呢，減肥呢，我哋要着重係7分食，3分係運動嘅，所以食呢係好緊要。咁我哋揀啲乜嘢嘅營養素最適合呢？同大家講下呢，就係優質蛋白。因為呢個減重燃燒脂肪係一個好複雜過程，但係最重要嘅營養素就係蛋白質。所以想培養呢個容易燃燒脂肪嘅體質呢，蛋白質係絕對唔能夠少食，而且食嘅量呢，仲可能要比未減肥之前仲更加多嘅噃。如果你平時嘅飲食情況之下呢，正常嘅健康人士呢，每日大約需要係你嘅身體重量嘅每公斤呢1至1.2克嘅蛋白質。譬如話你60公斤啦，咁你每日呢就要食最少60克嘅蛋白質啦。但係根據研究就話呢，減重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食到將近每公斤2克嘅蛋白質。如果你係運動員或者你係大量嘅運動嘅人呢，勞動嘅人士呢，你甚至要食到每公斤嘅體重2.4克嘅蛋白質嘅，咁樣先至能夠維持身體嘅肌肉量，令到你嘅燃燒脂肪嘅效果更加好嘅。點解我哋要減肥嘅時候仲要食多啲蛋白質呢？因為有3個嘅好處。第一呢，係可以幫我哋控制血糖啊。蛋白質嘅消化吸收對呢個血糖嘅影響比對碳水化合物係少嘅，所以比較呢唔會增加胰島素分泌，亦唔易令到多餘嘅能量堆積成為脂肪。第二個理由呢，佢係防止肌肉嘅流失啊。因為當你係減重燃脂嘅期間呢，你減少嘅唔止淨係脂肪咁簡單嘅，肌肉亦會一同流失嘅。當肌肉流失嘅時候呢，你個代謝就會跟住下降，持續咁流失你嘅肌肉噶啦。你嘅體質呢就會變得更加難減重嘅。所以每日攝取足夠蛋白質先至能夠減少，防止肌肉流失，維持好嘅燃燒脂肪同埋減重嘅體質啦。第三呢，就可以增加飽足感啊，因為蛋白質呢啲食物更加有飽足感，事關佢消化比較慢啊嘛。喺呢個減重期間呢，我哋需要嘅熱量係少，咁你會容易覺得肚餓噶嘛。如果你想食嘢嘅時候，呢個時候呢，用蛋白質去代替碳水化合物呢，咁樣喺同樣嘅熱量嘅情況之下呢，你冇咁容易感到肚餓，咁就係減少咗你想食嘢嘅情況，避免出現暴飲暴食失控嘅狀況啦。所以話蛋白質可以係燃燒脂肪嘅指揮官嚟嘅，只要你食足蛋白質呢，保護最好嘅營養素呢，咁你控制你嘅體重嘅方法呢，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噶啦。咁究竟乜嘢係最佳減重嘅蛋白質來源呢？其實大部分嘅蛋白質嘅食物呢，同時佢都含有脂肪噶噃。好似豬肉係蛋白質啦，牛肉亦係啦。所以我哋減肥期間呢，我哋唔只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，仲要注意熱量嘅控制。所以要選擇啲脂肪比較相對低嘅蛋白質，呢啲會更加適合啦。常見低嘅脂肪蛋白質呢，有黃豆啦，因為豆類係植物蛋白質啦嘛。咁有魚肉啦、海鮮、蛋白、家禽同埋特定部分嘅家畜，即係話豬肉。如果你要食嘅話呢，你食肉眼啦，而唔好選擇五花腩啦。平時我哋可以將魚肉啊、雞肉啊呢啲比例提高啲，食多啲呢2樣嘢，咁就係更容易食進足
夠嘅蛋白質之餘，亦能夠輕鬆咁控制你嘅熱量，達到你控制體重嘅情況啦。有需要控制體重嘅朋友，以上嘅資料好值得你參考下㗎。多謝收聽。